户型是看中了什麼？當日買個中澳春城就係嗱，之前講㗎啦，最緊要方便我，同我睇下前景都唔錯嘅，因為佢鄰近珠海，又同埋拱北啊、香港啊，咁個價錢亦都唔係貴，咁我諗個升值同埋呢個附近住親都係大部分都係香港人，好有親切感，所以我諗第日樓市都會觀望好啲。您選擇的那個戶型，你是看中了哪方面？比如說是寬敞一點啊，還是什麼？即係嗰個依家買嗰個面積，點解要買呢個面積？今次我買個面積咧就佢有兩個，一個120方，一個106方。咁各有好嘅，但我都係中意106，因為佢嗰個戶型咧好突出啊，尤其是個露台咧，三面都望到，即係三面我都望到咧，咁係非常之好啊，好過之前嗰啲就個露台細啊，或者淨望一邊啊，咁我比較中意個露台咯，同埋裏邊個間隔同埋裝修咧，我琴日收樓咧我都好意外咯，係好乾淨啊，好整理啊，樣都好好啊，係咯。如果您就是給您的親友介紹中澳春城的話，是會跟他們就是強調有哪些優勢？如果我同啲朋友或者親戚介紹啊，我都會講翻剛才嗰幾點嘅，譬如投資嘅前景啊，或者嚟度假各樣啊，同埋呢啲咯，即係生活配套啊，其實之前都講過㗎啦，所以我都會講翻之前嘅嘢係。呢度嘅，即係呢個前景同埋呢度嘅方面舒適。